后来昨确诊的迄位华航旅程的副机师，病毒基因的定数出来了，确定就是印度变种病毒。台北市的副市长黄珊珊伫个面册来发文章，点出到机师排班甲防疫措施的担心。讲目前规定，做过2剂疫苗的机师，若是飞长途的航班，爱来完成到5天的居家检疫，甲9天的自主健康管理。若飞短途的，就唔免来做居家的检疫。问题是，这个长途甲短途的航班，常常是参男咧做伙来排班，所以这款的防疫措施根本无法度来阻挡到印度变种病毒。也就是讲，这个机师排班混乱，恐惊会将做疫情的破口。显然是从境外移入的这个新案。那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我们会视同 data 来处理。华航机师确诊2个囡仔读的学校，第一时间以封城停课。事发暗时经定时结果出来，果然是 Delta。黄珊珊嘛随伫面册发文章提醒境外刷入的文邮，特别写到中央规定中程航班居家检疫5天加9天自主健康管理，短程航班唔免居家检疫。机师定定互男咧排做中程和短程航班，像这位女机师就互派飞美国。转来居家检疫5天结束了后，搁互派飞新加坡。安尼的管理方式看起来无法度有效防止 Delta， 应该进一步检讨技术的检疫措施。专家嘛认为，9天的自主健康管理应该卖和厝内人接触。尤其是那个9天的自主健康管理，可能要把它让他能够接触的人要更少，他可能只能去他的办公室家人可能暂时也不要接触，因为家人的接触是最亲密的。指挥中心的疫调显示，女技师伫8月已经做过2剂莫德纳疫苗，9月23到26派飞到美国，9月27到10月初1这5天伫公司宿舍完成居家检疫，10月初2登记到厝内进行自主健康管理和厝内人接触，10月初3伫自主健康管理期间，佫飞到新加坡伫同一天来回，10月初4佫和厝内人接触，采检的 CT 值自33来到22，病毒量复制甲真紧，敢讲是伫新加坡互感染。能推个3、5天，那个是最有可能的啦。不过这种东西都不是绝对的，比如说它其实更早感染，那就有可能是境外。不然的话呢，境内的可能性也是有的。注射疫苗所产生的抗体，从来都是存在于血液中，使得这些存在呼吸道结构可以被侦测的病毒，其实不一定会大量的遇到这种抗体，也就造成它会产生所谓突破性感染。目前过事件居家隔离9个人采检拢是阴性，扩大采检249个人嘛拢是阴性。学校是以封城的停课5天，这么大规模，就是为着要防止Delta病毒搁摊开。